廣東人奪得桌球世界冠軍，就喺今日凌晨，深圳仔趙心童擊敗咗馬克威廉士，奪得桌球世界冠軍。佢係第一個奪冠嘅中國選手，乃至第一個亞洲選手啊，仲勁過丁俊暉添啊！今日嚟講下佢嘅故事。趙心童1997年出生於深圳，佢屋企人都係醫生嚟嘅。喺佢7歲嗰年呢，佢老豆就同朋友去督波啦，跟住就問佢：心童玩兩下啦。點知一玩就玩上咗癮喎！喺佢10歲嗰年呢，佢老豆就買咗一張桌球台擺翻屋企俾佢日日打。後尾讀初中嗰陣咧，佢成績好好㗎，係班裏邊前幾名。跟住佢媽媽咧就同佢進行一場人生對話，問佢阿仔：你到時大個想做乜嘢呢？佢話：我想做職業選手。跟住佢阿媽話：OK，我支持你。之後佢就退咗學，拜咗丁俊暉嘅師傅廣州人伍文忠為師。後尾又入讀咗英國嘅斯諾克學院，喺外國去進修，一路成為咗職業選手，從青年賽到成人賽獲獎無數啊！但係佢嘅職業生涯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。2022年佢遇到人生最大嘅打擊，佢涉及一場假球風波啊！雖然佢本人冇落場打假波，但係佢幫朋友落注，結果被判罰20個月嘅禁賽。一夜之間，佢從職業選手變咗一個普通嘅業餘選手，佢失去咗一切。但係趙心童並冇放棄自己，佢每日堅持練8個鐘嘅波。喺舊年復出之後啊，佢以業餘選手嘅身份連贏32場，攞咗4個冠軍，終於企翻喺斯諾克世錦賽嘅舞台上，成為第一個奪冠嘅中國人乃至亞洲選手。連丁俊暉都讚佢話：由我踏碎嘅門檻，成為咗所有人嘅跑道，終於有人跑到終點。趙心童、全紅嬋、蘇炳添，佢哋身上都有廣東人敢飲頭啖湯、敢為天下先嘅精神，唔理會他人嘅目光同埋聲音，闖出自己嘅一片天。